弟兄姊妹平安，今天是2024年的7月2号。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，撒母耳记上卷31章第1节到13节，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帮助者。大卫曾经是上帝派给扫罗王的帮助者，他帮助了扫罗面对非利士人，打了许多次的胜仗。但是扫罗王却因为私心，因为嫉妒，而忽略了这些来自上帝透过大卫所带来的帮助。当然我们知道真正的帮助者是上帝，那也就是说扫罗王他所放弃的不只是大卫，而是上帝的赐福的帮助。就好像许多人一样，他们不愿意接纳上帝的恩典。为了逃避扫罗的追杀，大卫就跑到旷野去躲避扫罗王。他的好朋友扫罗王的儿子约拿单也劝大卫要信靠上帝的保守。约拿单甚至预言大卫将会成为一位以色列的王，自己甘愿不去抢夺王位，愿意臣服于大卫。撒母耳记上卷23章第1节到13节记载了大卫在帮助攻打非利士人的一个情形。圣经记载，大卫听说非利士人正在攻打基伊拉城，并且抢走新收成的谷物，他就来问上主，我该去攻打非利士人吗？上主就回答，你去攻打他们，救援基伊拉城。可是大卫的部下对他说，我们在犹大尚且惧怕，再到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，不是更糟吗？于是大卫再度的求问上主，上主就对他说，你去基伊拉吧，我会使你打败非利士人。大卫就跟他的部下就前往基伊拉去攻打非利士人，他们杀死了很多敌人，又掳来敌人的牲畜，大卫就这样子救了那城。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逃到基伊拉投奔大卫的时候，曾经把以弗得带去。扫罗知道大卫到了基伊拉去，就说上帝已经把他交在我手中了。大卫跑到一个有城墙、有门、有栓的城里面，这等于自投罗网。于是扫罗召集军队备战，向基伊拉进军，围攻大卫和他的部队。大卫探知扫罗的计划攻打他，他就对祭司亚比亚说，把以弗得带到这里来。大卫说，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我确实听说扫罗正在计划到基伊拉来，为了我你的仆人的缘故要毁灭这城。基伊拉居民会不会把我交给扫罗？我听说扫罗要来，他真的会来吗？上主以色列的上帝啊，恳求你回答我。上帝回答大卫说，扫罗会来。大卫又问，那么基伊拉的居民会不会把我和我的部下交给扫罗呢？上主说，他们会。因此大卫和他的部队约有600人，就立刻离开了基伊拉，到处游荡。扫罗听见大卫已经逃离基伊拉，就取消了原来的计划。基督信仰告诉我们，上帝是帮助者，
基督徒只能在依靠上帝才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。诗篇121篇第2节说，我的帮助是从造天地的耶和华来。但是基督徒也要如同大卫一样，要如同约拿单一样，成为别人的帮助。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里面，在哥林多后书第9章第1节到第5节这样说道：关于接济犹太信徒的事，我不必给你们写信，我知道你们是愿意处理的，因此曾向马其顿人夸耀你们的慷慨。我说亚该亚的信徒从去年就有了准备，你们的热心已经感动了许多人。现在我派这几位弟兄去，希望你们正像我所说的，早已把捐款准备好了。使我们在这件事情上称赞你们的话，不是空话。假如有马其顿的人跟我们一起去，发现你们并没有准备好，我们就很难为情了，因为对你们太相信了。至于你们会觉得羞愧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因此我认为必须派这几位弟兄先到你们那里去，把你们答应的捐款先凑齐，等我到的时候都预备好了。这可以表示你们的捐助是出于甘心乐意，而不是出于勉强。是的，要甘心乐意的成为帮助者，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恩典是白白的得来，也应当要白白的舍去。诗篇18篇第1节到第6节，43节到50节。上主啊，你是我的力量，我多么的敬爱你。上主是保护我的岩石和堡垒，我的上帝是掩蔽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盾牌，拯救我的力量，是保护我的要塞。我该向受称颂的上主呼求，他就救我脱离仇敌。死亡的绞索环绕着我，毁灭的急流冲击着我，阴间的绞索缠绕着我，坟墓的罗网等待着我。在困苦的当中，我呼求上主，我呼求我的上帝帮助。他从圣殿听见了我的声音，我求救的声音传入他的耳朵。你从背叛的人民当中救了我，立我做列国的元首，外族人民也都归顺我，他们一听见我就顺服，异族人都屈服在我前面。我上尽了勇气，恐惧站立的走出他们的营垒。上主永远活着，要颂赞我的保护者。上帝是我的拯救者，要宣扬他的伟大。他使我胜过仇敌，他使各族都降服于我，且救我脱离仇敌。上主啊，你使我制服的仇敌，你保护我脱离强暴的人。因此我要在列国颂赞你，我要歌唱赞美你。上帝使他所成立的王屡次得救，他向所拣选的大卫和他的后裔永施慈爱。感谢上帝成为我们的帮助者，同时也呼召我们成为别人的帮助。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位忠心的仆人，能够成为上帝帮助的助手，使人得益处。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